莫拉克风采各位半年，大家睇共重建的时节也开始爱受风采季节又爱来耶。我能给山拿体质更加如按松按用的，加下耳虫落按太热和康美羊毛。天下杂志录用的上涨日的时间去调查灾区的状况，结果发现南部灾区总共产生了12亿立方米的土沙，安尼差不多是650处一人一台楼。 莫拉克风灾为南部地区带来的唔单止是严重的人数伤亡，对山林的破坏，还那是从来唔是看过的。由平面媒体调查，对嘉义南部到东部的灾区产生的土石就有11亿立方公尺，差不多是650处的一人一台楼，变下来的面积等于就是两个台北市安泰。问题是目前让单枪1/3流到河坝，还有2/3流在水头。旗山溪、老龙溪、曾文溪。 还包括了阿里山溪、嘉义以南的地区啊，可能在未来的5年之内啊，它的风险相当的大。也就是讲，南部地区大量变黑的土沙，等到下一摆落太雨，就会带到河坝面积。平面媒体嘛算出，单枪喺嗰片海水头造成的土沙量，就做得屯满量的南化水库，也嘛看得出去水库的效益越来越小。学者嘛提出警告，将来水资源的管理会越来越困难，政府听说要改变传统的思考。石门水库缺了4亿的水，你还可以有所谓的桃园航空城吗？ 曾文水南部缺了这么多的水，你还可以有所谓的南科或是某些好血的工业吗？用罗龙海做例的有学者就算出，单枪喺188风采，就半河坝带升高的23公尺。等到5月1季来的时节，平面媒体的资料显示，喺遵照行政院讲的，而且喺河坝的内塞6000万立方公尺的量来算，到5月以前，每一年要派出5000台的沙沙车，才能咁做得到。客家新闻综合报道。